美国国务院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中国境内的维吾尔族和香港人的人权受到的侵犯。在通过该部的官方推特账号分享的视频中，援引了有关维吾尔人被关在营地并在那儿遭受酷刑的报告。视频中还提到23个联合国成员国呼吁中国尊重人权。此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在纽约哈德逊研究所2019年赫尔曼·康恩奖颁奖晚会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的讲话，谈及了与中国间的竞争，并称需要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蓬佩奥还说，中国政府践踏了中国公民最基本的人权，我们在香港看到了这一点，在中国严重侵犯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少数族裔人权中也看到了这一点。自周一至周四，在中国香港特区有249人受到拘留。据当地媒体报道，香港警方以非法示威、携带枪支、攻击安全人员、违法佩戴面罩等原因拘留年龄在13至61之间的249人，其中74人为女性。中国在比什凯克街头建立了具有人脸识别功能的监控系统。中国当局用该系统以在东突厥斯坦监控突厥穆斯林。当局拥有由60台摄像机和20人组成的面部识别系统，开始对比什凯克街头的人们进行监督。带有人脸识别系统的视频监控摄像机首次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开始对人进行监视，但是声明中没有说明数据将存储在何处以及谁可以访问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北约理事会访问乌克兰发表评论表示，北约情势不具建设性，助推恶化，其行动加剧紧张程度。他说，我们了解了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率领的理事会访问乌克兰后发表的声明，他们再次向俄罗斯提出系列毫无根据的要求和指控，试图将乌克兰的内部冲突转变为与俄罗斯的冲突。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呼吁华盛顿重返核协议，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最大压制政策失败。扎里夫在声明中对美国昨天宣布的针对伊朗建筑业的新制裁做出了反应。扎里夫将美国的制裁描述为经济恐怖，并强调对建筑业实施的制裁显示了美国的失败，